过来欠工也影响到学生的校车。桃园中立的雷霆里用分化路的回馈金补助拨学生的专车15年啊，在雷霆里3间学校的学生。不过，这学期开始因为车无司机，伫网络招标2届拢流标，所以这学期到今是拢停驶无专车。学生伫教室听课，伫校园走跳，分化路就伫国小边，以来用回馈金补助开办学生专车。中立内定国小全校学生483人，涉及内定里有290人，学生坐专车上下课的有145人。最近因为公车司机欠人，结果专车煞停驶。这学期开学到即马，拢是家长亲身来接送。目前这段时间，因为司机荒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学生上下学的交通接驳车。因为要走过那个隧道，然后隧道那边没有人行通道，然后车比较多，那一段会比较危险。用分化路回馈金补助，内定里为2008年开始开办学生专车，服务涉及里来读内定国小、中福国小甲瑞丽国中的学生，逐工驶差不多11到15班车，看每年学生的情形来调整，承载率是5到6成。到去年为止，拢是由桃园客运提供服务。去年计划到今年1月底届限，目前因为司机大量欠人，已经上网招标流标2摆。文化读学生专车停驶的问题，已经造成学生及家长非常大的影响。所以希望说，透过更多协调之后，我们要将原有车次加以调整，借此来增加交通业者承揽的意愿。目前本案由公所协助执行，已上网招标作业，近期会开标执行。内定里回馈金使用计划总额是3718万，其中编列750万用伫补助学生交通车。进程里长也已经检讨调整需求甲预算，由公所协助招标，希望能赶紧提供里来学生上下课交通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